1，请揭牌。由乐动部乐动力发展署分嘉南分署长柯成芳、台南市观光协会理事长尤义峰以及台南各大饭店加旅游相关业者共同合办之下，105年度产业技术人才培训据点的计划正式向大家见面。希望透过该计划执行，会当连接产官学三方面，整合社会资源，掌握产业的趋势，建立人才培训的平台，以达到双赢目的。结合长久以来在我们大台南地区对观光还有相关人力培训非常有经验贡献的当然是观光协会尤义峰尤理事长这边，那我们特别委托他们担任会馆执行单位那更深度的结合我们的产业界、学术界相关的业界。那除了相关的一个座谈，那我们从业界的人力需求角度出发那我们就积极的来打造这样一个人才培训的策略平台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来为我们这个观光休闲参旅的业界来培训更多这个技术的一个人才这一次迎嘉南分署希望能够利用观光提振地方的观光经济增加就业率这一次的班有很多，包括中餐烘焙大客车的训练，这一些都是我们迎嘉南用很大的精神来推动失业者能够第二春的就业。协会办理的这份训练有各种的餐点、旅游、观光课程，师资拢非常优秀，课程嘛相当适应，让学员伫结婚以后马上会当投入这种的工作，为台南这个国际一流的观光城市创造优质的观光旅游人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PP 宽屏120枚，每月只要888，让你一路畅快爽飙网。伴随送1000元购物金，还送超值 HD3，快拨打电话订购。双子星4128812，3冠网4128833。